送给我们歌子戏剧团的礼金，谢谢，谢谢。7点就给您准备这好料理啊！你来应该个正拼。不管我们哪一场演出，我们游玩都真正拼，所以请江主委放心啊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这场演出是第10场，然后在台南各地演出的时候呢，真侪观众讲，哇，你广已经音乐就好听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说，一个音乐呢是一出戏的灵魂。好，除了主要演员之外。主角跟主演都非常的重要。现在大家看到下面穿红色 T 恤的呢，就是我们团的这个演奏员，优秀的演奏员，这些穿红色 T 恤的朋友，给大家一些掌声好吗？谢谢，他们非常辛苦了，今天已经是第10场。然后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主鼓郑腾飞先生。好，伊就是这出演主角啦吼，咱看伊就知影主角真重要。个主演是我们的蔡玉荣先生。蔡玉荣先生不但是主演哦，佫是这出戏的作曲哦。好，你来注意吼，这样优秀的作曲家，你来注意听看卖，若看演员的戏，就去看阮的音乐，看咱歌下门这个大陆的歌的音乐，跟台湾的音乐有甚么不相款的所在？好，待我们看完之后呢，会有一些有奖征答活动，我们团呢会送出一些精美的小礼品，所以请咱观众朋友呢看戏时，小等下看认真的哦，因为无的确我会去问到一寡问题。好，那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那今天话唔搁加讲，马上来看这出真好看的大戏，叫做《门东河队》，谢谢。